句一句，因人沦落情流，飘撇的人有一个无忧，愈唱愈忧愁。都是人人的自由，要用来斩断无结局的冤仇。飘落的人孤单分忧，陪袂成怨尤。莫用目睭伊在地挽留，伊的两端看破着离愁。请你免爱我，永远免爱我，不准你爱我，你千万莫爱我，爱互动的我，袂当互你稳定的生活。请你免爱我，今仔拢莫爱我，你若讲袂听，搁继续看我，我若害你愈爱心愈痛，作业安怎担？请就先在哪里？谢谢蔡宗义。好，我们请流氓阿德老师为我们讲评。阿 Sir，其实我看了几道哈，我今日就当然是替你足欢喜的，就是讲，进前有看你有淡薄你弄壁有无？哦，啊，几届我有看你转来，但是我今日啊，我可能爱甲你吐一下槽的，甲你迄落者，你今日你唱这条歌的时阵，对你来讲是一个痛苦的代志。动感歌对你来讲，可能是一个罩门啊，吼，毋是。平常时唱感情遐尼深的物件，你若后摆你会使炸死个警察啊，然后壁教你霹雳有3岁迄款的啊，你为什么要改一个比一个咧？我的意思是讲，你第一，因为你伤紧张、伤气，所以唱歌的时阵去牵连着，说音准有走去啊。吼，你这应该有一下家己的迄个感觉，啊，你律动看起来就袂顺啊。而且我有一件足重要的代志要甲你分享，就是唱歌的方式。啊，每一个人，咱人是肉做的，毋是铁做的，所以拄着唱歌迄天身体无好、无爽快的时阵，我有你建议，你爱去想办法，想一个办法，唱出来。平常时毋是安尼唱歌的方式。啊，即款方式再去找老师学。平常时你安怎唱歌，但是你破病的时阵，你会使用什么方式？无你后摆若搁拄到即款的时阵吼，我感觉对你足好的帮助，好无？好，谢谢老师。阿 Sir， 老师好。对啊，因为你每次跳动感的时候，我刚刚阿德老师来跟我讲，我们这种当评审当久了都会没朋友。我不知道当警察当久是不是也会没朋友？一样没朋友。不会，我们都很爱戴你们警察，我们都真的谢谢你们。我是觉得有时候真的可以找一些帮手，让整个舞台丰富一点。只是说，因为这个歌是有一点点摇滚的感觉，那 rocker 有 rocker 的表演方式，好，那就是不要太刻意。如果你本身不是一个 rocker， 那你唱这样的歌，你就可能去想一下你的别的表演方式。好 ，OK。